阿里山全新的观光列车心理号头一摆见光，红色的外观看起来是真温暖，袂输感受到阿里山的日头光。这嘛是头一台有自动门的列车，为9月开始会做测试，预计明年就会当正式营运。 全新的心理号第一摆出来，设计包含3大气象，包含蒸汽火车头，也就是火喷车的临体屋，阿里山红配合成功金的外表，安全性的提悬是历代第一摆有自动门的临体列车，降低乘客误开风险，车厢时间也早到。将自9月1号起启动相关检测及试车作业，预计在115年投入嘉义到阿里山区间。 本线的营运，心理号是向做作的话，就拿艺术来号名向山林致敬。这摆采买5台机关车甲160的车厢，开超过11亿，未来定位阿里山电梯本线各界列车，因为打造成本伤过大，票价也甲即摆列车无同。 林铁已经很久没有新的这种全新的列车进来，然后看到它也许多的创新哦，因为像再来它就有电动门，然后还有 LED， 非常惊艳的。那就是他们在创新啊、设计啊，然后会比较偏向于就是日本啊观光列车那种的设计。 看准观光列车上机，除了电梯以外，代替这几年推出观光列车，外国纳赔甲游客套票699块起。西地的华东中国的山南号配合特休的食面，今年上山的海丰号是主攻少年客群，票3500起跳，外包和旅行社经营并一号甲环岛之星有无同款一线旅程，唯一西专台环岛之星，车内提供食面5、6设施，锁定亲子市场，休团期间每日拢唔会使。 假期间，我们5、6日几乎都是全满的状态。那在周一到周四的平日时间也都有80%满。海外的平台也有做一些销售的合作，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海外客群上面来讲，也有逐步在增加当中。代替统计，2024年观光列车收益有1.3亿。在改制国营公司了后，也继续扩充观光列车车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